除了这位头发黄色的手考之外，他是我们庄女学生。好，林校长，庄敬高中所有的同学、所有的老师、教职员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60周年哈，庄敬高中真的一路走来，作育英才，培养了无数的社会的栋梁。今天特别赶过来到庄敬高中共襄这样的一个盛会，非常感谢董事长，还有校长，还有各位教职员，还有各位的同学热心的安排与接待。我们相信未来庄敬高中有好多项目一定会更卓越的表现，尤其在电竞产业，在电竞的学习上，听说庄敬高中有好棒的几支队伍。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发光发热。再一次祝福庄敬高中所有的教职员以及所有的同学，大家60周年学校生日快乐！各位同学学业进步，各位所有的老师职员家庭平安幸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部长，谢谢我们最新的节目。这节目我们刚刚没看过，最新的韩国舞。大家呼喊一下。老师，他是在韩国的电视剧，今年是27岁，现在报学生上的。